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的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当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亲近你，也有伫线顶的兄弟姊妹，甲阮做伙同心敬拜，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将阮的心灵安静落来，无受到其他的代志搅扰，互阮用专业的心智来得到你的欢喜。主，阮伫你的面前自责，就是为着要透过礼拜来亲近你，而且听你至圣的话，恳求主，你开启阮的心灵，互阮会当甲你有亲密的沟通。透过这款的交陪，互阮领受你所手赐阮的恩典，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加添阮气力甲信心，会当将你的计划完成，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阮。经过阮手所做的工，互阮手所做的工会当荣耀你的圣名，帮助阮无论献诗、抒琴、诗会、传讲信息，你才是伫外面交代，拢会当得到你的帮助。求主，你也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知你的心意，阮用彼此相听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帮助教会中间所有的同工，拢会当看清楚你的旨意，照你的计划去推动教会各项事工。我教会所设立的无同款的机构，详细也当照你的命令，互万民得到福气。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我也特别将阮心所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我台湾的百姓会当彼此相听，学习合一的功课，特别伫这个时代。我台湾的百姓会当看清楚家己的软弱，兴起台湾的清教会，传播福音的信息，互更较侪人明白真神上帝。我台湾这个国度真正会当充满上帝你所赏赐的和平甲仁爱。主啊，阮也特别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阮这个世界犹原充满真侪纷争恶毒，彼此剥削伤害。求主你亲自压制遐独裁的力量、侵略的溃烂，恳求主你消灭因，互真实的公义甲和平会当临在伫阮所徛起的世界。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52首，圣诗第152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请咱做伙起立吟全首。伫线顶的兄弟姊妹，甲伫线顶敬拜的兄弟姊妹，请咱同心来祈祷，充满怜悯甲慈爱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俄罗你，也要极强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名伫全地极其宽大，你的听长、宽、悬、深，阮袂会测度。你体贴阮的软弱，拄起阮一切重担，将活命的路指示阮。我嘛要用谦卑较无心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互阮认捌你，也认捌阮家己。求你帮助阮，愿意来顺服你。是阮的主，当阮软弱的时，求你勇壮阮的信心；当阮偏离你的道时，求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当阮骄傲的时，求你管教阮。愿你的真理甲光，拢互阮离开黑暗甲邪恶。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圣洁，尊主你来做大，互阮无过诚做罪奴仆。阮要靠你的救赎的恩典来顺服你，谦卑甲你同行。我嘛要常常经历你的帮助甲祝福，知影啥物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的所做拢合伫你的教示。求你使阮有智慧，在你的心意，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互人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的水。主啊，嘛求你也怜悯身体病痛、心软弱的兄弟姊妹，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你是赏赐人心灵平安的上帝。求你存你大权能的圣手，照你定定的旨意，互因的身体得到医治，紧紧来恢复健康，也互因的心灵得到安慰，充满平安喜乐。互因搁一摆体会，你是听人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阮即时嘛是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施阮怜悯，互阮伫你掌权带领下面，诚做听的集体，充满快乐的团契甲小组，互阮彼此相贴，搁同心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的推动，大家三甲扶持，三甲体贴，三甲包容。因带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做伙起造教会，来跟对你的脚步，互你的旨意伫遮。恩典的主啊，我嘛要感谢你，伫台湾的疫情，你拢看顾保守。虽然阮有烦恼担忧，但是阮确信你甲阮同在，阮就袂惊吓。愿恩典、平安、医治，拢临到台湾这个土地。我要为遮的来感恩，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阮所感谢祈求，永远是无够额。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做伙来祈祷。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是啥？你都会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让你互阮，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下面国父阮的人，我你带阮日子，叫阮看你的海，因为国、权力、平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三甲来交托启示文第15篇，启示文第15篇就是诗篇65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23页，伫圣诗后面第23页。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罗在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
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好，伊的水满满。你灌压长园，满伊的高，收平伊的灵。利用你的温典做年冬的免流。地地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盖。咱这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老上帝，因要吟的诗是有一位救赎主。
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了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咱三个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的圣经约拿书第4章第1至11节。按现开现代中文译本第1160页，台语汉语本第1022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约拿书第4章第1至11节。对这件代志，约拿真无欢喜，甚至生气。所以伊祈祷讲：上主啊，伫我离开故乡之前，我毋是讲你一定会安尼做吗？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尽所有的气力，要走去他死。我知影你是满有怜悯慈悲的上帝，你无快生气，你有丰盛的慈爱，会改变心意，无处罚人。所以上主啊，互我死死咧，我死比活地较好。上主回答：你凭啥物安尼生气？约拿就到城外去，伫城的东边坐落来，伊搭一个棚仔，坐伫伊的印黄下骹，要看尼尼微城会发生啥物代志。第6节，后来上主安排一丛蓖麻树，互伊发觉比约拿较悬，树影惹伊的头，互伊感觉真凉。约拿非常喜爱这丛树。毋过第2日透早，上帝互一尾虫来甲这丛树煞死去。日头出来了后，上帝阁互小风对东边吹过来，因为真强的日头晒伫约拿的头壳顶，伊互晒甲用要昏去，所以伊就求死。伊讲：我死比活地较好。毋过上帝对伊讲：你凭啥物为这丛蓖麻树安尼生气？约拿应讲：我是安怎袂使？我气甲要死。上主对伊讲：这丛树伫一暝大丛，隔日就死去。你虽然无栽种伊，也无互伊大丛，你阁为伊感觉可惜。那呢？我毋是阁较应该怜悯尼尼微城这座大城吗？毕竟伫这个城里，至少有12万连倒手、正手都分袂清的人，而且阁有侪精死。以上是上帝话，愿上帝赐福听伊话，阁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主任牧师、蔡牧师，伊要讲的信息是：约拿第3讲，认捌上帝，认捌上帝，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约拿书，今日的题目是认捌上帝。我想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天父，阮感谢阿罗你。今日阮奉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名自执，就是为着要敬拜你，而且要领受你至圣的话。主啊，阮即时恳求你垂肯圣心来到阮中间同工，开阮心灵的目睭，光照阮的理智。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以及所教示的真理。阮也恳求你赐落更较侪的信心，甲丰盛的听心。互阮伫定义尽力伫生活中间要实行你的话的过程中间得到帮助。阮恳求主，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做一个牧师，我认为信徒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认捌咱所信仰的上帝。如果咱连咱家己所信仰的对象、敬拜的对象，拢无清无楚，安尼对咱的信仰来讲是真好笑，而且不可思议的代志。咱服侍这个上帝，
如果咱甲伊一点仔嘛无熟，咱根本都无了解咱的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安怎。安尼咱要怎称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称作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明白上帝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也真清楚，牧师受呼召的目的，就是为着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帮助大家会当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咱要明白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有真侪款无共款的方式。咱会当听别人讲论这个人的代志，会当通过别人的介绍来了解这个人。但是如果咱也常常甲伊斗阵，看伊的生活，听伊讲话，咱就会当更较明白伊的个性，了解伊的想法。明白上帝嘛是同款。如果咱会当常常亲近上帝，听上帝的话，了解伊的作为，咱会更加了解伊、明白伊。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个别信仰，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咱会当通过圣经来了解上帝本性甲作为。伫约拿书的第一讲的时阵，牧师就甲大家分享过，约拿书是旧约先知书中间的一卷，但是约拿书甲其他的先知书有真大的无共款，就是其他的先知书是用先知做上帝的代言人，来讲出上帝要传达给当时代百姓的信息。但是约拿书却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上帝的本性，让咱会当通过约拿书的记载来了解、来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所以，咱首先，咱先来简单回顾约拿书的故事。约拿书总共有4章，伊是咧描写一个想要违背上帝命令的先知所经历的代志。上帝看见尼尼微城的人做邪恶的代志，上帝非常愤怒，所以伊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去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伊无愿意将上帝的信息带到迄个所在，所以上帝叫伊往东去尼尼微城，伊却往西他西顶回牧师也大概解说过，他西是地中海的极西，就是今仔日西班牙的南边。所以上帝叫伊往东，伊却往西，拒绝上帝的呼召。伊坐一只船要往他西去，结果上帝予伊坐这只船拄着大风涌，船员不得不将伊下落海，才能平息这个风涌。船员也透过安尼了解约拿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伟大的创造主。然后约拿被下落海内底，上帝就找见一只大只鱼仔，将约拿吞入腹肚内。约拿伫这个鱼的腹肚内3暝3更，伫遐自我反省了后，伊做一个祈祷，伊决定顺服上帝的呼召，去到尼尼微城传讲上帝的信息。伊到尼尼微城用1天的时间行尼尼微城，然后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结果无想到，对尼尼微城的王到全国的百姓，拢因为伊所传讲的信息来反悔，而且改变。每一个人拢禁止祈祷，求上帝会当赦免因，也停止因的邪恶的行为。所以上帝因为因的改变，就无降灾难伫这个尼尼微城。然后第5幕就是咱今日所读的。我想上帝的赦免带予尼尼微城的人真大的祝福，但是这个时阵约拿却无欢喜，非常生气。伊就对上帝讲：上帝，
伫我离开故乡进前，我讲你一定安尼做，就是讲伊了解上帝绝对袂处罚尼尼微城的人。所以因为这缘故吼，我尽我的气力逃往塔西这个所在，因为我早就知影你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你无快快生气，你满有仁慈，常常改变心意，无处罚人。所以吼，上帝你看，我这个人做白工啦吼，所以上主啊，你互我死会好，我死比我较好。上帝吼讲，你凭什么安尼受气？约拿犹原非常受气，伊就去到城外面，伫东边的所在搭一座棚仔，伫遐要看尼尼微到底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上帝就用一个真特别的方式，吼，伫伊边仔，互一丛蓖麻树伫一暝中间大丛，迄个树叶真茂盛，所以约拿伫这树骹感觉真凉爽。叫第二天，上帝阁有一只虫，从这丛树仔来加死。所以日头照伫这约拿的头壳顶，约拿非常生气。上帝透过这个蓖麻树的生甲死，约拿去体验上帝迄个慈悲怜悯的心意。咱今日特别透过这个几本的约拿书来了解上帝本性是啥物。牧师要对4个方向，甲大家来分享。这4个方向是咱所明白的上帝的基本的本性，而且欠缺一项拢袂使。所以牧师一项甲大家分享。首先第一项，通过约拿书，咱知影，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创造天地主宰，而且有绝对的主权。咱咧读第1章的时阵，约拿咧对这尊员介绍伊家己的时阵，伊安尼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伊是天顶的上帝，是海洋甲陆地的创造者。所以伊真简单一句话，就咧说明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这尊员听了后，伊也透过尾仔，上帝安怎平静迄个风影的过程中间，去经历、去见证上帝的伟大。所以通过约拿书，咱来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伊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世间无任何势力会当甲伊对敌。这点咱也有真清楚的明白。当然，咱自来到教会，咱拢知影，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咱拢真清楚。但是，牧师其实有看到一寡人有伊的软弱，因为有一寡人信上帝，心中也是有真侪无平安呐。咱要清楚吼，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这世间无任何溃力势力会当甲上帝对敌。这款的上帝咧保护咱自然而然爱有迄个享受上帝所保护的平安。有人信上帝，有人行东行西，加上真无信心。所以这点咱也有清楚的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主宰，而且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伫圣经中间，咱看出。上帝爱咱安怎去做，咱绝对无法度得出伊的旨意中间。上帝期待约拿去尼尼微传扬上帝的旨意，约拿无论怎样无愿意，伊无论怎样按照家己的意思去违背上帝的命令，最后伊犹原无法度闪避上帝的旨意。可能有人会感觉讲，安尼咱所信仰的上帝，敢是一个严苛阿爸的上帝？但是咱来明白哦，咱所信仰的上帝，不是一个人讲华语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无理性的霸道总裁，不是安尼样。咱咧讲上帝的全能的主权的时阵，袂当甲上帝的慈悲怜悯分开啊！这点咱等下会说明。
上帝咧行使伊绝对主权的时阵，是为着好的代志，是为着咱好，伊就是爱咱去行好的事。而且咱若愿意顺服伊的旨意，伊会成做咱的帮助。这点咱也非常清楚。第二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正义威严，是带来公平审判的上帝。这是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伊无欢喜不义的代志。咱看记着圣经中间，尼尼微人犯罪，违背上帝法度，上帝就愤怒，伊无爱伊所创造的百姓是安尼。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伊无法度忍受无公义的代志，伫伊的百姓中间发生。其实咱对其他的先知书，就咱看出相关的记载。譬如讲，咱若看阿摩司的第5章，真清楚，伊安尼写：伊讲我厌恶看见恁的节期，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恁献肥的精尸做社温祭，我无要甘纳。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因为恁弹琴的调我无要听。独独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水。伫阿摩司咧做先知的时阵，一些个百姓伫日常生活中间惊歹的代志，剥削送乡的人，欺压孤儿寡妇，歹款待出外人，然后将伊所剥削的这钱，去买肥的精尸来圣殿中间献给上帝。上帝通过先知的嘴来警告，讲恁平常时用歹声哨对厝边讲话，用歹行为款待因，然后到圣殿的时阵，假真敬虔，阁想要用温柔优美的歌声来娱乐上帝。上帝讲，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因为恁弹琴的调我无要听，独独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水。所以咱的上帝其实是咱爱咱伫生活中间去实行公义公平，超越过咱对伊所献的一切。所以对安尼牧师有2项提醒，咱爱用一寡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本性。第一项，就是咱爱去关心社会中间的弱势。当咱看见的社会中间有无公义的代志，有无公平的代志的时阵，做上帝的子民的人，的确爱出来关心。就是咱爱关心迄个受欺压的这弱势，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关心这弱势者的一个上帝。甚至咱爱集合教会的力量，共同来关心。我想这是咱少年教会久长以来有咧做的，对伫这弱势者的关心。第二，就是咱爱关心上帝所创造的环境。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最后对约拿所讲的话，上帝毋是干那怜悯人尔，阁有情思啊，表示上帝对伊所创造的一切，拢上款疼痛。所以，咱要用这个款的生活态度去回应上帝的本性。第三项，咱来明白咱的上帝是一个关心伊的百姓，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圣经中间所记载上帝，毋是一个高高在上，对伊的百姓一点仔关系无嘛无的上帝。咱若详细来看圣经咱看见着约拿书这段讲，当上帝要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伊对伊讲：“你往尼尼微迄个大城去，公开谴责遐个人，因为我注意到因我尔啊邪恶。”所以上帝有咧注意咱人的行为，注意咱人的状况。上帝是一个时刻咧关心咱的。咱看见着其他的圣经的记载，比如讲出埃及记，当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内底受苦的时阵，上帝呼召摩西要带因出埃及进前，伊对摩西安尼讲：“伊讲
我有看见因的痛苦，我有听起因的哀声。所以上帝是安那清清楚楚咧看咱，真认真咧听咱所讲的，知影咱的情形的上帝。所以无论上帝百姓是咧受苦，上帝嘛了解。上帝百姓咧受罪恶捆绑，亲像尼尼微的人，因受罪恶捆绑，惊歹的代志，上帝就关心，而且伊有行动，伊找见伊的萝卜约拿，找见伊的萝卜摩西，去帮助伊的百姓脱离迄个痛苦。所以对这段经文，咱来真清楚，上帝是一个时刻咧监察咱、关心咱的上帝。亲像诗篇121篇，诗人所做的见证，讲看以色列上帝以色列的保护者，伊无拄眠也无困，上主要保护你，伊伫你的身边保护你。日是太阳无伤你，暝是月也无害你。表示讲上帝是一个吼，咱讲7-11，规工拢咧关心咱。你也咧照顾，暝也咧关怀上帝。咱人甲人中间嘛会关怀对无？但人究竟是软弱啦。有时吼，咱讲心神愿意，其实有时阵肉体软弱吼，无法度照顾到完全。伫2当前，我的牧师娘咧破病，住伫病院的时阵，迄阵阮厝内底，我甲2个囡仔就轮流去病院陪伊吼。我通常负责的就是拢暗时啦吼，因为我是伫教会内底工作，然后服侍吼，然后暗时去陪牧师娘吼。有时吼，因为暗时牧师娘有时爱起来便所，会需要人扶持啦吼。但是吼，我其实是吼去遐吼，困到困啊真安稳啦吼。所以发生即款的情形啦吼，你看牧师娘我特别翕相，你看，吼困半暝安怎叫都叫袂起来，要叫我陪伊去便所，叫袂起来吼。有即张你看顶面搁一个视频机，那亲像安歇的，困到迄日头已经拢出来，还搁咧困吼。困啊医生来顺病房，我还搁咧困。那心神愿意，肉体软弱啦。好佳在咱所信仰的上帝毋是安尼，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时时刻刻咧关心咱、看顾咱、无休困的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可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伫圣经中间，约拿讲：“我知影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你无快快受气，你满有仁慈。”当然，伊咧讲即段话的时阵吼，心肝是足怨愤的啦。伊讲我早就知影你是安尼的上帝，你绝对袂刑罚尼尼微人。但是其实吼，约拿无真明白上帝的疼，到底是我尔啊长看关心啦。所以上帝互伊一个特别的体验，伊伫个边仔种一丛蓖麻树，互伊伫一暝中间大丛。树叶茂盛，伊约拿会当伫即个树荫下面得到吼，树影下面得到掠看吼，所以伊足爱即丛树啊，因为即丛树啊带互伊足大的粮食。叫第2天，上帝搁互一尾虫出来将即丛树啊咬死。约拿就真生气啊，因为日头晒伫伊个头壳顶，上帝搁互小的东方的风吹过来。所以约拿足生气的，伊讲我死去比活得较好。上帝就问伊讲：你凭啥物会当为着即丛蓖麻树会生甲死来生气？伊讲即丛树伫一暝中间长大，第2天就孤单死去。你也无栽种伊，你也无互伊大丛，你甲伊一点仔关系嘛无？你对伊根本就无啥物贡献，但是你会因为伊的死来感觉艰苦，来感觉生气，感觉愤怒。那安尼，你若徛踮伫上帝的角度来看，
尼尼微这座大城内底，要有真侪无辜的人。伊讲迄城内底有12万连倒手、正手拢分袂清楚的人，意思讲这是儿童啦。啥物拢毋知影儿童，佫有真侪精神。总共一句来讲，就是尼尼微人已经悔改认罪，已经改变因的行为，所以检讲因无应该得到赦免甲怜悯嘛。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所以上帝透过安尼，互用那更较深刻去体验到，伊真正是一个慈悲怜悯、充满恩典的上帝。当上帝看见尼尼微人悔改，伊就暖心接纳伊的改变。咱有时会用迄个父母来批评上帝，虽然毋是完全正确，但是总是会当互咱体会上帝甲咱的关系。我想大多数的父母拢真疼家己的囝儿，真正是用心咧疼惜。但是囝儿有时嘛会搞怪嘛，会误了老爸老母嘛，吼。咱若有囡仔，我相信拢会拄到即款的情形。但是咱拢真清楚，如果若这个囡仔愿意悔改认罪，父母拢会接纳因的改变嘛。上帝嘛是同款，如果咱若犯错，如果若愿意后悔佮改变，慈悲的上帝会接纳咱的改变。这就是咱所信仰上帝的真重要的本质。最后，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宣告的上帝。上帝是家己开始这个宣告。上帝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差遣来到世间，通过耶稣基督伊伫世间的日子，以及伊为着人受苦受死钉十字架，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的割活，互人更较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所以上帝是一个宣告的上帝，伊是差遣人来宣告的上帝。所以伊嘛爱咱将咱所感受到这样丰富奥妙的上帝，这样全能伟大有主权行公义，佮时刻看顾人民关怀的上帝，去甲其他人分享嘛。上帝爱用那去伊的对敌的城去宣扬上帝的信息，就是爱用那去分享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而且伫这段用那书中间，咱会当看出，检测用那我尔也无愿意，上帝嘛透过伊做真水的事工，伊逃走去他西，就伫村顶做见证，互村顶的尊员认捌这个搁真搁活的上帝。伊去到尼尼微城传讲审判的信息，嘛因为伊的传讲，互整个尼尼微城的人会当反悔改，得到赦免。所以相反，今仔日伫台湾这个所在，我相信上帝嘛期待咱甲咱的同胞去分享这个丰富佮奥妙、佮真搁活的上帝。这是咱每一个人爱学习的功课。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宣告主日，咱教会伫未来，也是即马已经拢有开始真侪无共款的宣告事工。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做伙来带导，咱也互家己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来成做一个宣告的人。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有你帮助阮，互阮能将阮所认捌这全能伟大。有主权行公义，时刻看顾人民关怀的上帝，甲其他人分享。恳求主你亲自差遣阮，完成你交代阮的宣告的事工。恳求主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第303首，圣诗第303首，上帝囝基督，请咱做伙去吟全首。只是请备万心来奉献。我来报告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安会当看安的荧幕吼，安实体甲线顶拢会当奉献。线顶来用信用卡、路卡吼，啊，阁有授权的路卡拢会使，啊嘛会当银行汇款、ATM 转账、划拨，安尼伊就爱写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常年教会的户名，啊写请捐款的人甲捐款的项目，
会当传真伫即个电话吼，也嘛会当用 QR code， 看按的荧幕上面拢有即个介绍要安怎来奉献，阁会当亲自伫周间下午9点到下晡的5点半，直接到教会1楼来奉献，一定爱写捐款的人甲捐款的项目，请大家会当来做伙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慈悲疼痛、恩典满满的上帝，求你感动阮的心，坚定阮奉献的心志，互阮甘心乐意来向你献上金钱、时间，甲阮的才情。愿阮每一个人拢互你来使用，互你的教会，互大大来建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的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教会所定的宣教主日，请兄弟共同来关心教会各项的宣教事工，透过参与、代祷、甲奉献，咱做伙来宣教，互福音带予每一人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以及更较丰盛的生命。第2点，谢莹莹干事甲石温慧干事，因2位要伫6月底来退休，感谢因侪年伫相连教会的服侍，愿上帝赐福因未来所行的路径，拢有上帝满满的祝福。第2点的集体关怀，本会会友彭兆温兄弟是彭建伟兄弟的爸爸，伫6月18安息主怀，定伫7月9號后禮拜6的上午7點半，伫台北市立第2賓館至聖3廳舉行日念。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甲代禱，願上帝安慰伊族。咱閣來掀開第6頁，裝備委員會事工，伊這是暑期的兒童營會，因為疫情暫停來實體營會。快樂假期的夏季學校改做兒童線頂的節目。伊播出的時間是7月9號一直到8月，每禮拜拜6上午10點來播出。以上報告，其他的消息請大家來看，嘛注意來參觀、參加甲關心，
即时要请蔡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中间毋知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礼拜，这，好，等下重点介绍哈。毋知有好，咱先来感谢感谢这个咱有2位干事谢英英干事甲施文辉干事，因伫教会服侍拢10多冬所以要退休虽然因看起来拢做少年看起来比我少年，就要退休咱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互因。希望因拢会让去回来做志工啦来接下来要来介绍咱献歌队新的指挥许瑞珍老师伫咱的中间。许老师未来会帮助咱的献歌队咱也时常爱替咱的献歌队祈祷咱疫情经历遮尔久今仔日咱看到因现场的献诗，牧师是非常心中是非常感动每一个礼拜，咱献歌队来参与互咱会当得到更大的鼓励咱时常为着这个团队来祈祷也为着许瑞珍老师来祈祷感谢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顾守看顾阮，特别伫这疫情咧扩大的过程中间，祝你有缘请做阮心中的平安。阮恳求你亲自带领保守，看顾阮头前的路站。伫阮肢体中间，如果若有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如果若有忧伤的，求主你亲自安慰。我也伫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的，恳求主你扶持看顾，也兴起教会中间的众兄弟彼此关心，互相代祷。阮会当领受你的疼，分享你的疼，也帮助阮伫团契的生活中间、教会生活中间，看见你所想事阮的愿望。阮特别将2位要退休的同工，莹莹以及文慧，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引带因退休了的生活，保守看顾因的一切，甲因的家庭。我也特别将献歌队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使用因成做你重用的器具。互因伫每个礼拜扮演祭司的角色，引带阮来敬拜你，也将新的指挥许瑞珍老师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第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咱做伙起立。吟诗煞安请蔡牧师来祝祷。Oh
愿主要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社阮恭受差遣。